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台北市政府生态城仔开发案，在地人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。今仔日反对的这一边自救会出来抗议，表达诉求，呼吁特别上任的台北市的蒋万安，得撤销进前所做的决定。科规讲不随。社主导自救会14来到台北市政府的门口，批评这几档市府政策错误，引起当地居民对立。呼吁未来的市长蒋万安应该废弃即马瓜市府对社主导的开发政策。在过去没有人看过的这一纸行政命令，请蒋市长你拿出魄力，把这个行政命令把它撤销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部分，请撤销柯文哲碾压民意的不当开发案，就是没有生态的生态设置岛案，把它撤销掉。自救会主张解除禁建，完整保留即马的聚落。因表示，伫去年发起居民联署，有超过4000人参与支持反区段征收。另外，阁有200挂的空间规划专家联署，反对无生态社主导案，认为当地欠的毋是开发，重点应该是都市规划。今天很希望蒋万安市长做出一个好的设置岛都市计划，作为一个典范。这样的一个都市计划是能够新旧融合的，不要像过去那样整个移平重来的。学者批评市府过去的爱无停是硬要办的投票，建议新市府重做真正有民主性的参与式计划。蒋万安发言人是表示，会甲地方团体意见列做施政参考，就任了后会请相关单位来检议。记者点李秀凯台北采访报道。